嗱，仲未喺珠海買樓朋友咧，先恭喜晒大家啦！全球首個將無人機配送用於小區嘅樓盤，終於同大家見面啦！呢個項目亦都係珠海首個第4代嘅住宅。咁呢個項目有咩特別呢？咁你要見到啦，我哋每一個戶型咧都係贈送咗一個9平方嘅大露台嘅，超過100%嘅使用率，就係呢個樓盤嘅第一個特點，高實用。咁第二個特點係咩呢？呢個項目就係首次將無人機配送用於小區嘅項目。咁你要見到啦，每一棟都係配備咗一個無人機嘅停機坪。咁高科技咧就係呢個項目嘅第二個特點啦。咁聽講啊，發展商仲落晒重本，使咗2個億去打造呢個會所啊。咁依家跟隨我鏡頭上去睇睇，究竟有咩料到？咁呢個單位面積咧最細89平方，非常難得嘅咧，鞋櫃有3米咁長啊！右手邊咧係做咗個3段式嘅洗手間啦，科立洗手台、馬桶都係做好嘅。咁第一間長輩房咧南向望幼稚園啦，望翻我哋公園嘅啦。咁接嚟睇下我哋嘅廚房，廚房優異設計，廚房非常實用啦，方太廚房3件套都係有嘅，位置咧都夠擺一個雙空門冰箱。重點嚟啦，89平方3房2廁，客廳開間咧去到5.2米，你咁信嘛？咁接嚟睇下我哋嘅主人房啦，主人房3邊落床，第一個洗手間嘅，呢個咧就係傳説中嘅9平方嘅一個停機坪啦。嗱，項目睇完啦，真不愧係珠海首個第4代住宅啊！唔單止高實用啊，仲係高科技啊！咁有興趣朋友咧可以約我實地睇樓。